仲未開張就死咗成江招牌生猛活魚。呢間主打新鮮嘅打邊爐鋪到底係喺度搞佢嘅頭，定係直接砸咗自己個金漆招牌？睇完呢集影片，你就會明白喺香港做街坊生意，一旦掂到食客對食物衛生嘅底線，想要翻身到底有幾難，又要付出幾慘痛嘅代價。件事發生喺香港嘅將軍澳坑口。喺香港生活過嘅人都知，將軍澳係一個住宅極之密集嘅地區，坑口呢一帶更加係大型屋苑林立，住咗無數個家庭。平時大家收咗工，或者星期六日成家人唔想買餸煮飯，最日常嘅消遣就係落樓喺附近嘅商場或者條街揾地方食飯。對於呢度嘅街坊嚟講，社區入邊有一間新餐廳準備開張，通常係一件值得討論同期待嘅事。呢個亦都代表大家嘅揾食清單上邊又多咗一個新選擇啦。特別係最近呢幾年咧，香港餐飲界非常流行食粥底火鍋。呢種火鍋同果凍城煲紅油、重麻重辣嘅四川火鍋有本質上嘅分別。粥底火鍋咧，用嘅就係熬到綿滑嘅白粥水嚟做湯底。正因為湯底本身非常清淡，冇乜濃烈嘅香料味道嚟掩蓋瑕疵，所以佢對放落去煮嘅食材要求咧就極之苛刻。食材咧，哪怕只有一丁點嘅唔新鮮，或者帶有一點點泥腥味，喺清淡嘅粥水入邊咧都會被無限放大，根本冇辦法呃到食客調濕。而喺所有嘅火鍋食材入邊，新鮮嘅皖魚絕對係粥底火鍋嘅靈魂所在，可以話係每一台食客必點嘅招牌菜。坑口最近就有間新店咧準備開張，主打嘅正好就係極之講究食材質量嘅新鮮皖魚粥底火鍋。街坊們本來日日行過，心入邊都喺度盤算住，等正式剪彩嗰日去湊下熱鬧，試下鮮。按照香港餐飲界唔成文嘅慣例，尤其係有海鮮或者活魚供應嘅餐廳，老闆都中意花大錢定製一個巨大嘅玻璃水缸，擺喺店鋪最醒目嘅地方，通常就係正對住條街嘅透明櫥窗。呢個其實係一種最直接嘅無聲廣告。目的就係為咗向行過路過嘅人群展示店入邊攞嚟下鑊嘅食材有幾咁生猛，幾咁新鮮。呢間新火鍋店都唔例外，喺門口醒目處整咗個好大嘅展示魚缸。可惜就喺2月22號呢一日，原本應該係準備迎接開張嘅最後階段，街坊們行過呢間店門口嗰陣，睇到嘅竟然唔係生猛跳下跳下嘅魚群，而係一副極度震撼甚至令人覺得反胃嘅畫面。嗰個原本用嚟標榜絕對新鮮嘅大魚缸入邊，密密麻麻咁塞滿咗大大小小幾十條碩大嘅皖魚，但恐怖嘅係呢啲皖魚根本冇喺水入邊游動，絕大部分嘅魚已經反咗白色嘅魚肚，死氣沉沉咁漂浮喺渾濁嘅水面上，仲有啲直情沉喺缸底，一喐都唔喐。因為店方一次過放落去嘅魚實在太多啦，甚至出現咗死魚層層疊疊擠壓埋一齊嘅害人景象。一間原本要主打新鮮活魚嘅餐廳，大門都仲未開，紅綢帶都仲未掛上去，門口就先擺咗一個裝滿死魚嘅展覽缸。更令人難以接受嘅係，當時喺現場停低腳步嘅路人明確表示，根本唔需要將塊面貼到玻璃上面，只要稍為行近嗰間店鋪嘅範圍，就能夠聞到一股非常明顯、令人作嘔嘅死魚腥臭味，有臭味散發到條街度。呢個就說明呢啲皖魚絕對唔係岩岩先死嘅，而係已經死咗一段時間，甚至連魚缸入邊嘅水質都已經開始腐敗惡化。喺資訊極之發達、社區網絡又好緊密嘅地方，呢種事係根本收唔埋嘅。呢種極具視覺衝擊力嘅誇張畫面咧，即刻就被行過嘅市民咧影低相，直接上傳到網絡上邊，引發咗瘋狂嘅洗版。相影得非常清楚，幾十條白肚朝天嘅皖魚喺缸入邊浸住，呢個同餐廳招牌上面主打嘅新鮮2個字擺埋一齊，形成咗一種極之強烈嘅諷刺對比。幾個鐘頭之內，呢組相就傳遍咗成個將軍澳區，
甚至連其他區嘅網民都喺度熱烈討論呢件罕見嘅餐飲界奇葩事。店入面嘅人發現啲魚死晒之後，並冇第一時間將啲死魚撈走，將發臭嘅水抽乾進行徹底消毒，而係採取咗一種遮掩戰術。佢哋揾嚟大面積嘅紅紙，試圖將成個魚缸嘅外部包住。喺香港嘅傳統商業習俗入邊，新店開張之前或者店鋪仲裝修緊嘅時候，確實成日會用紅紙將玻璃櫥窗或者招牌包住。一方面係為咗保持神秘感，等正式剪彩嗰日再俾大家一個驚喜。另一方面紅色喺傳統文化入邊代表住喜慶同吉利，係為咗攞個好意頭。但係呢間店喺呢個骨折眼上面用紅紙封住魚缸，明眼人一睇就知係為咗遮住入邊嘅慘狀。更尷尬嘅係呢種遮掩做得非常倉促同粗糙，紅紙並冇將魚缸完全密封死，由側面嘅罅隙同邊角位依然留有好多位。行過嘅人只要稍為換個角度，順住條罅望入去，照樣能清清楚楚咁睇到嗰啲反晒白肚皮嘅死魚依然留喺水缸入邊。呢個充分顯示出店方明明知道件事已經敗露，卻只係諗住先遮住公眾嘅視線，而冇即刻去解決污染源頭。同時，無論係媒體記者去現場視察，定係街坊喺外邊圍觀，由頭到尾都冇睇到有任何店入邊嘅負責人或者職員行出嚟對呢滿缸嘅死魚做一個合理嘅解釋。呢單未開張先反肚嘅離譜事件喺網上炸開咗喎。網民嘅討論主要集中喺3個方面，分別係技術管理、食品安全底線，以及帶住本土特色嘅玄學玩笑。先講最客觀嘅技術問題，好多對水族飼養有經驗嘅網民一眼就睇出咗呢單慘劇嘅根本原因。喺養魚呢個圈子入邊有一個連新人都識嘅基礎步驟，叫做養水。呢個絕對唔係將自來水駁入魚缸入邊放幾日咁簡單。一個全新嘅魚缸喺注水之後，必須經過一段時間嘅過濾同循環。最核心嘅目的係要在水入邊培養出足夠數量嘅消化細菌。呢啲細菌嘅作用係分解魚類產生嘅排泄物同毒素。只有建立起咁樣一個微型嘅生態系統啦，水質先至適合活魚生存。網民們一啲都唔留情咁指出，呢間新店好明顯犯咗極之低級嘅管理錯誤。佢哋擺明就係冇耐性，等水養好，就喺一個完全冇生態系統嘅全新水缸入邊，直接倒入咗大量嘅活魚。活魚一入去，排泄物迅速累積，水入邊嘅氨氮等有害物質直線上升。再加上缸入邊嘅鯇魚數量多達幾十條，而且體型龐大，喺一個有限嘅空間入邊，突然塞入密度咁高嘅魚群，會導致水中嘅氧氣喺極短嘅時間入邊被完全耗盡，極度缺氧，加上水質急速惡化，呢個就係導致鯇魚短時間內集體死亡最合理嘅科學解釋。如果話技術失誤只係損失咗買魚嘅錢，咁隨之而嚟嘅食品安全信任危機，先係呢間店面臨嘅滅頂之災。對於一間餐飲店嚟講，食材嘅衛生同食客嘅信任係生存嘅命脈。呢件事一出，直接引發咗公眾對該店未來食物安全嘅嚴重憂慮。而家店鋪連大門都仲未正式打開，就先俾附近嘅街坊鄰居睇咗一場死魚展覽，仲聞咗一鼻哥腥臭。呢種極之負面嘅第一印象，對新店嘅打擊係直接而且致命嘅。喺理性嘅分析之餘，香港網民亦發揮咗一貫嘅幽默感，由傳統玄學嘅角度嚟消解呢件事嘅荒謬感。大家普遍認為水同魚可以帶嚟財運或者有擋煞嘅作用，意思係如果店面遇到唔好嘅氣場或者潛在嘅災禍，魚缸入邊嘅活魚可以替主人擋咗呢一劫。面對滿缸反肚嘅鯇魚就有網民開玩笑咁留言，話為咗幫呢間新鋪頭擋下巨大嘅煞氣，竟然喺開張前集體犧牲咗。只係喺真金白銀嘅飲食界，食客個肚就絕對唔信玄學嘅。正所謂好事唔出門，反肚傳千里。
呢間店本來想喺坑口街坊面前驚豔亮相，結果因為疏忽夾硬，將招牌搞成左神位。雖然網上大家笑稱玩魚係捨身擋殺，但店主而家面臨嘅爛攤子就係實打實嘅。店主如果想喺正式營業之後逆風翻盤，單靠清理現場顯然係唔夠嘅。畢竟粥底火鍋講究嘅就係嗰份清甜同潔淨。一旦腥臭味入咗人心，再熱辣辣嘅粥都難以重新暖得翻食客嘅心意。呢場開張驚魂最終會成為日後自嘲嘅談資，定係呢間店曇花一現嘅執笠預言？全睇店主接落嚟攞出嚟嘅整改誠意，能唔能快得過嗰陣散唔去嘅魚腥味啦？